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今晡又到谈两个时间了。基本一个两个里面，有四季，哈，来看一下哈。天气人的四四方方一地铁，四四方方一地铁，七十四的哈。个天气，软软硬硬又拍头，软软硬硬又拍头。第三句，街坊弟妹买两橋，街坊弟妹买两橋。第四句，哪陣木卡有石頭，哪陣木卡有石頭，也是談一種實嘅東西，實嘅東西。睇次架要談到，要談出來也係乜嘅嘛？你咪來看經過5秒鐘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來看答案。你能也係豆腐，豆腐豆腐。來看怎麼個按照豆腐呢？來看豆腐係咪四四方方一地鐵？睇啲人啲四重度方睇啲四重度方買嘅豆腐四四角角，四四方方。頭擺嘅老豆腐因為有個印出來嘅梅會有紋路，就像一塊甜那個絲故所呢，四四方方一地鐵。天氣咧，軟軟硬硬又派頭，個豆腐面咧軟軟，又雜硬硬以為豆腐軟咧，有豆腐硬嘅啦，又派頭。其實佢係雜事，佢係本來愛講派頭，但是呢，因為佢愛想大家地講拍攝豆腐，故所以用拍頭。第三章呢，很多街坊弟妹。街檔行啲街路行啲買又買街坊又買來買兩條係嘛個以前一條就1元1塊錢一條1元1塊錢，要兩條咩推成錢，條咩講錢的意思不過也下兩條可能買唔到豆腐嘅，兩條買一條擺嘅米，條擺嘅量嘅啦第三句。哪做不卡？當講豆腐哪做不卡？有石頭當好食咯。故所以得兩個按到豆腐。